班哈，大概去参加比赛。哇，就得奖吗？第3名。没关系，今天的比赛你最差也有第2名。副 Q 可以用嘅。哦，你係副橋啊？嘿，副 Q 呢？你咪係副橋英文講咩嘅？嘅？啊，你副 Q 呢？你係副橋嘅。他介紹下，昨天嘅幫助菜呵，呀酒咧，酒，你出的那未成年请勿饮酒。哦，大家都未成年的。变年轻了。 Hello，各位天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手語演唱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。我係鍾白強。哎，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們來聊聊我們的標準好了。哦，標準係乜嘅？就是有關大拜選男人的標準。大拜都給選一個菜色的世界。你既然我們私底下都會講說喜歡哪一個嘛？你的標準是什麼？講菜色哦，我真的我的口味比較重一點。 所以哦，假使我愛選哦，愛自己吃款嘅時節哦，我會想說又鹹土嗎？又香味嗎？我的自己自己嘅標準來用。了解，像矮嘅話哈，因為讓它睇起來之後全部懂槍力。可是我去外面選菜店的時候，我首要標準是看它乾不乾淨，因為我潔癖。哦。所以有場時我看他們2位做菜都是我們評審老師周吹寫都非常整齊，我就會覺得吃了就好吃。還有我喺度了解節目長弟吼講說，就是生的撈熟的要分開來切。 我以前是不知道的，因為你會把手一起切，因為生的，對生的。好了，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的分享到要到畢陸尊炳陸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陸師傅好，還有親友鳳七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。 我認真的佩服他們2位師傅。怎麼說？因為你看，我們每一次胸外生馬蓋，他們都可以做得到，而且他們做料理，真嘅係觀眾朋友一聽沒有感受到，他們可以隨時做很靈活的運用變化。哎呦，最厲害嘅吼，不管吼攞一邊門物嘅問題哦，叫用晒圈做的回答的。而且現在慢慢的轉向有一種綜藝效果了，真的，就會讓你串味。真的，下一季直接站在這邊，好不好？我們一起期待。好了，來觀察給妹提吃出來嗎？等一下哦，打開了哦，那梁莎總不是哦，講一下，因為你梁莎哦要到第2季做主持人嘛，對不對？請佢講款，哈，來打開了喲。講，來猜想一下，你今日你係買嘅東西咧？你係從你係買㗎？來，3位男士可以先冷靜一下嗎？因為觀眾朋友沒看到。好，先來可以啊。這個呢，你們怎麼稱呼他？ 雪里紅，然後到雪里紅啊，有啲位人叫我講到雪里紅，因為冇叫用嘅是，唔過呢也係睇起來最熟悉，客家人天地呀，其實就是重年菜。但重年菜也嘅有冇叫嘅做法，客家可以做成酸菜、腐菜啊，梅乾菜也都做一做。可是上海菜的話呢，就把它弄成雪里紅這樣子。好啊，到底要做什麼料理呢？雪里紅炒肉鰻。好，哎，不錯哦。但是師傅只會說不會做，對不對？加油啊！哦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提前嚟咯，要分享到鹹水站，又到要表姊妹嘉玉、韓家閨蜜分享。關張，還有吼，哎呦，如係感情動吼，兩公婆早上分5水麵，還有廖杏發分享。關張，妹妹姐長得好清秀哦。哎呀，她站好一個角度睇我咧呢。好，來先來看到我一片，家用治療閨蜜期，了表姊妹吼，馬啥都家政辦，兩啥做嘅家政辦。真嘅哦。啥期你都會家政辦嗎？農會嘅，農會嘅家政辦。哎，古時候我拿一道畢業出山的食材來做料理咯。會啊。哦，那仲有嘅雪里紅。 有做過嗎？有，沒有做過？有是上海菜飯那些的，對不對？哦，還有做包子，做包哎，對，包子、水餃也可以。是的，對。好，剛閨蜜季嘞，你們都家政版對不對？哎，好，有沒有什麼拿手菜？咖啡粥哎，客家小炒，客家小炒，客家炒麵，就用客家米啊，哈。好，今日的報名參加比賽。 有心情可以得到3000元冇？有冇？加油哦！加油！哦，加油哈！要訪問一下了哈，就是大白哈，就是上次有講到，看到兩公婆，我就聽我問個問題哦，誰講？豆腐蝦嘅師姐啦，你兩啥馬上吼豆腐蝦吼冇煮菜，
都有煮炒啊，。全有。哎呦，感情你看紧紧动火哦。嘿，因为见卵见见到冻姜冻我血。哎，见了哦，见到哦，刚买一批的叉叉哦，然后哎它的蛋可能有些人还要不熟蛋、半熟蛋，你没见哈？喂，会啦，那这道你也可菜以，要全熟、半熟、8分熟都做得。哇，啊，客制化呢。好啊，等一下，我认为要走改这个雪里红，伊都讲哦，他们对这个雪里红很了解。啊，你用啥嘞？有从谁主本神是全有炒过，哇，冻恰饭啦，动起台今年龙族的表演呢？雪里风今天的恰饭，声音冻好些，是冻会炒。今天的比赛有看头喽！哦，阿勇有信心吗？有吼，马上来进行体育馆的比赛喽！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是自家嘅好明星，用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亞布卡嘅較上癮，也係亞布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布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有没有搞嘛嘅嘞？貴啊，巧。有 ，OK， 好，贵 Q 有聯繫嘛？有哈，有看節目都啲。先來分批下，兩個參賽者有老馬啥教練，我老伯謙也係老。姐姐，跟伯谦哥哥，哦呦哥哥，哦呦，你先拍阿狗，那好，那你們先來。好，你還買阿狗，我會心花怒放呢。來，哦，來，箭頭三條布線了哈。跟進來嘅。箭頭三條布，好，來，全國來我先開始哦。我教給 Q 用，一開始我來 Q 用哈。貴嘅 Q，很好，該你。古夜看，貴嘅 Q，哎，死掉了。哎，阿狗讓可以。阿妹哦，你先休息一下哈。你先休息一下哈。好，等下玩你了哦。我 Q 用煙哦。好，來，剪刀三條布，好，該你先哦。好來，古夜 Q，我輸了，謝謝。來，沒關係。阿狗如讓你哦。對，好，10月比賽對俺要這邊了，快試哦。好，來，我看一下你的色彩。有秘密武器呢。這個是七甲滷後的係嗎？這個滷好的哦，酸酸的哦。再試，好好吃哦。好吃哈。還沒有跳水哈。好好吃。你哋頂下會變下伊配用下呀？美，該嘛該？百事，太可惜了，這個很好吃。好啊，等下我先，你看你還帶進來刀，我有幾個豆有哦。麻關呐，對不對？專業老廚師都有帶自己的刀，所以我們也是先加分。好，等下先切呀，而且都油的，對不對？啊，我本開來麼？廣老一唄，不用。好，好，繼續開始。好，當然就你要給黑七甲做的嗎？這個處理過哦。你要給黑用的來的，這個處理的，真的哦。這個種的菜，七甲做的菜，來。你留下來馬上種哎。我自己去把它弄成這樣。你看那看，這怎麼弄成這樣？這個我就是把它洗一洗之後，用鹽稍微抓過，就是放浸式大概10分鐘。 10分鐘時候了呀。對，就是把它捏到那個水都整個出來，就是色味，跟那個小黃瓜有點像啦。對，不過我覺得吼，你也要給七甲做的已經養了呀，對不對？因為你對你自己嘅食材啊越了解，你才知道怎麼樣做。對，最近那個時節，係那個芥菜太出的時節。嘿，我爸爸說他今年採收了50顆，送掉了30幾顆。哇，他剩下17顆吃到誰肚子裡了？我們天天都在聞童年菜頭。這凍好鮮呢，咁咪做得本解結椒，解雞湯要冇解凍好鮮。嘿，本皮筒。雞湯凍好鮮。因為是殺的係殺過，你話講結醬就殺過，煮是聞結醬樣嘅。對啊。哦，等一下倒數了，8、7、我跟你們講太多了。對，7、3。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聊天？好，哇，你是我們你看這個知識小寶庫啦。係好，媽。等一下先簽題一下，等下當問你技術切哈，先休息一下哈。反正你會養冇正常，啊，矮就自己一瓶，好吃，還自己夾在一起。哦，好，慢慢，等一下轉過來先。好。
哦哟，哎，挨到有个秘密武器没动到哦。嘿哇，该是豆腐罐的哦。嘿，然后还有汪椒哦，哎，叫做色，该嘛个？卖个粉啊。你系带动健康的调理粉代替味精。哎，该地图就嘛个。哦，佮有点辣椒粉。哦。嘿，哎呦，动用哦。哦，等一下上到老太家烧鸡吼。好，起始开始。切几刀？切一半是做的，没做的，嘿。哎呦，切丁。哦。没切丁。会太粗吗？唔会，三切冻酱。看我有切到冻炸。好。继续记。等一下切完之后要切嘛个？切红是做的，切雪里红嘛做的。有没有在切？切也是丁啊。好。雪里红是切丁。好。你把都切难多，没去摸难多。你们成绩啊？切太美做的呢，还是香港墨子豌豆哈，客家。好。盛发哥，鼓手豆腐卡，你们有夫妻祖传嘛？好，刚刚有讲。剑卵啊，剑鱼啊，剑吼。煎卵煎鱼诶，冻我哟。等一下补娘吼。没啊，酱不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完美落幕。两沙强哈，两沙强哈，走哈。好，好，要开始哈。好，开始开始了，来，开始。开始了。两个来切。强下走，强下走。啊，莫乱莫啊，莫死死做在做。哎，你切辣椒。切辣椒呀。嘿。用啥用的颜色嘞啊？哦，你介绍诶。应该是。恁到啥青多水啊？应该是。啊，你提你块看到机时爱用外公话有触电吗？有触电吗？差不多，没买不懂。谁不会讲话？他只是不想跟你讲话而已啊。杨我呀。哎，了解了。两方变成啥？好。 7，莫关机了，继续做。 4、我跟你切的。3、切的了。跟有会是如果吗？哎，我有料。强下走有了。机会吗？好，那你们继续做，我们过去看他们。你要做在线路哦。再给我切嘛。你係兩家已經做得強下強下做，強下做。兩家已經做得強下做。之前我都酸條嘛，啱唔啱？幾負責該入了。都要打砧板的時間，應該做運動到年時候。係。你必須要緊張嘛？唔可以啦，以前有比賽過。哦。比賽乜嘅？農非打砧板啊，特別去參加比賽啊。哇！有得獎嗎？第3名。哇！還有空間的。進步的空間啊，沒關係，今天的比賽你最差也有第2名。哎，我想要知道一下，我們會不會切太多了？它這裡剛好是你攀拉時候的啦，哎，酸條切嘛，來這位，你看黑馬嘎，這什麼？我的秘密糖，啊，可以跟我們說嗎？我的糖裡面有加秘密的東西。加嘛改秘密呢？可以吃嗎？可以啊，完全不能說。你哋還唔會唔想講啊？我們等下再猜就對了。我派人吃。想出什麼秘密？跟美通，沒通。味精的呀。黑馬。味精咩？我自己做的香菇下去提煉的啊，裡面有少許的細糖，啊有那個鹽巴。自己用香菇提煉的。你還用那來提煉啊？對。用怎麼提煉的？就把它磨粉。香菇磨粉。哎對。我給拍拍開。會找過黑哦。嗯。好厲害哦，這要加分吧？這真的很值得加分。尖端科技耶。要不要先？奈米科技。對。我們要開火了。可以那個。可以。開火。幫你們開完火，我才放心離開。好，來，加油嘍！我們先等一下，no，看你要用什麼。你用進分呢？對 ，no。走。哎 ，come。哇，那片。哦，開始炒嘞。你可以負責過去跟盛發哥聊幾句。好。看你可以聊出什麼來。好。跟辣椒衝到呢，風嚟切，有冇可能風嚟啊？跟咩風嚟？咩呀？太挑嘅呀，跟冇甜嘅呀。當啲嘢啊！現在在切嚟嚇，富橋海龍嘅。哦。你係富橋誒？嘿，富橋嘅。你咩係富橋誒？啊，富橋嘅哦。係富橋嘅。他剛才說哈。魚露差不多0.5，啊醬油差不多2。那你就1比4嘛。你現在在反駁師傅。還幫打分數。還蠻好。
开挑的啊，跟摸添的啊。落去的啊，现在在有切的哈对。啊，摸崩的啊，摸啊又来又来，俺故意控制又崩呢，好不？那请伯谦来就可以哦，了。抱歉，来，摸崩的啊， 60年咯，提起来做安咁摇种咧，你60歲了哦，又來摸啥？系哦，看不出来講耶。出來呢？我即刻煮出来保重啦，我是外食啦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把给你赚到了，偷偷一个补鸟冲刺拜 CQ 哟。这把哥，你还没有灵隐吗？唔係應該是半天，问题耶灵。誒，哦，佢哋係龍潭煙啊，你但是帶富條橋海龍煙，哦，你係富橋誒，嘿，富橋煙，你咪係你以為講富橋誒，咩？啊，富橋煙你哦，係富橋誒，他盖張六合，说哈，張六合，你係中白票，我沒有名牌，因為你係主清音，哦張寶籤哈，嘅，你也是六虎口人。你係張六合嗎啊？啲啊，行喺塔嗰啲啊，有，哎呦，係都有名哦。誒，啲客好了，好，我们根本好，知道好，來了。考嗰邊咧，考嗰邊咧。誒，冇加油哦，少鹽少油啊，不嗯，用油，都不用油。所以你等下先炒起啊，炒過去啊。係，嘿嘿，甘酸甜草嘛不，是用它炒嗎？慢愛，等下當標，要炒嘅時節就幹嘛挑梅嗎？摸要用油摸摸嘛。摸標，現在都講少鹽少油，地中海料理。哦，因為基本上是係鹹鹹啊。哦，桂梅姐在偷偷給自己比讚哦。油哦，讚哦。哦。加油哦！加油。我要盛盤，要可以盛盤。你好所以哦，好嘞。好，好唔是唔捱得，哎呦，你發現到你係款加阿姨咧哦。有，甜甜的，甜甜的中國意思哦嘞，弄地位沒錯，弄地位。其實你可以請你老公幫你拿因為你老公的肌肉很大。各位，來，哎，你有老公的手，你就可以很緊啊。老囡仔呢？那迄老公仔呢？那係啊，按含我按創啦我。降低嗰種嘅，用吧。差不多78叫行啊，冇倒退，哦。倒退。係啊，數百因為兩個因為個性冇同咗，冇強浪嘅啊。嘿，我其實家依個因做乜嘅半機車做，你是不是比較急？我是急性子的，對，哦，啊，你很慢郎中。哎，差唔多。那剛好。太細下，我唔曉做你嘅東西哦，我冇多弄嚟弄來，唔會唔會，好，哦看你這邊可以了盡哈。力下哈，盡力下，嘿。好，準備我倒數咧哦。哦， 6、 5、 7、 3、 3、 2、 1，時間到。打出來試試看下體育館地圖內部卡米西靠後色咧。哦，第二個吼，優雅嘅等於是些重演菜，我們叫雪里紅的了，炒肉，來吃吃看哦。好，日日都有沒有選。想要跟我點碗飯啊？啊，有我有來咩啊？賣哦吼。我插盤啊。面，你要面是不是？我要饅頭你要饅頭啊？包饅頭，也可以，可以觉得里面好好吃和哦。春不要走過景。去。哎，我们有秘密武器，你们如果猜对是什麼秘密武器，這關直接讓你贏，哎呦，他們一定猜不出。好，等一下你猜是唔是下款哦，啊？嘛緊咪咪不可能猜對了。哦，嗯，非常厲害。又加開哦，秘密武器嘅款哦，前面就差別咧。這個呢，哈，泰嘎口人吃後講雪里紅，一般給人家印象比較重口味，比較鹹一點點。可是裡面有肉嘅，人哋有滷膏嘅鮮內瓜，所以還有加酸味進去，又感帶這味，所以真緊東後色哦。好，換吃藍隊的哦。來，嗌咗嘅培生未出骨頭哦。我冇乜嘅秘密武器啦，我用客家嘅調梅啊，客家人安做啊，嗌咗不用嘅檬椒哦，唔但嘗試就該培生聽聽哦。它就因為該我們的常年菜都是偏鹹比較多，所以加一點香，嗰啲鐵嘅鹹啊。誒，我哋喊梅下，我哋爛梅下葱佳玉姐知道呢，也很好吃，也很好吃啊。買啲條嘅黑好酸，那其他中醫是很厲害啦，吼。好，競總嘅時間到了，來自看那今日體育館地圖盧師傅搶本分數。咋個都欺負不強分分數？誒，盧師傅，你公平一下。哦，依家呢道是講去炒嘅要補教本嘅香梅啊，還有差到依家要加嘅豆腐乾啊，那啲好又利紅嘅切切啊，又豆腐乾軟軟嘅梅頭樣嘅啊，比較有口感啊，香梅樣嘅。其實兩邊分凍頭食啦，又炒到凍香，係，就正差到
配料的部分，然后哎，啊，七师傅诶，啊，我的想法捞，鲁师傅冇用，我的想法系佢甲雪里红捞间肉又甲粉可以炒，像我炒时为雪里红为本己的味道先出来，让不用间肉落去炒，啊，佢的粉可以落去炒，伊话间雪里红没有香，雪里红的香味出来，啊肉没有肉合炒到好软啦，系啊，上菜安样。咩粉块去炒，哦，昨天分开来炒了，哦，因为我平常啊吼，炒完冬烟吼，啥改唔过来。好唔，怕，第一下吼嘿，大家休息一下，1、2年中一本，来看一下有咩起师傅表演嘛料理本，大家看一下咧。主仆素卤菜，好，有咩起师傅又带来嘛4个料理搞大家咧？雪里红脆海上鲜，哼你还有主食材嘛，雪里红，嗯啊，你还配什么？配颜色，蜂椒，嘿蜂椒伫俩啦，你挑先去没啊？顶下俩，哎，好，还有嘛个，你还辣椒，哦，切丝咧，嘿，切丝你还葱呢，葱的细，啊，你还爱做个蒸鱼的酱是捞俩鱼露，鱼露捞蚝油，哎，哦，蚝油哈，我你还蛮少个，很台挑诶，你还系卤金目卤，哎，啊，你还拌豆腐，好，拌豆腐哈。好，你啊挑了挑挑酱吼，本大家较种看下。该是系该毛背甲脆黄的有啊，你那个比例大概是怎么样？差不多该鱼露差不多0.5，啊酱油差不多2，酱油蚝油2啦。那你就1:4嘛好了，0.5比2。好，你现在在反驳师傅哦，还蛮打分数哦。还蛮好。哦，德福，一定要对种哦，然后四福相抄啊。对，也是表。啊，板头福会做嘛个？白天不黑啊，摆盘容啊，还蛮哦吼。加油吗？哦哟，一点嘛是吼。好。鲈鱼的优加格牛油没有排。加啊，加油认真有咩加油？嘿，水里红放落去，先不去甜甜呢。盛发哥，你有冇问题要问哦？有咩都冇讲到发哦，等下专业会亏算盘哦。哦，你攻到了哦，等一下他就对一直走。诶，起凉。哦，第二天修哦，你有天修。不会呢哦，因为我刚刚给他那个扯后腿。从家有，我本个客家寿司，哎呦，一倒下去，哎呦，切破片没有安用哦。因为我两把合喷啦，脆下夹，所以哎呦，一倒下去。不能开肚子吗？哪边肚子？一定要开背就对了。对。那师傅除了这个鱼之外，还有什么鱼可以代替？春走的，春做的，你上多的鱼多做的。好咸，春走的脆，黄椒。你的石斑鱼啊、鲷鱼啊，那都春走的。炒雪里红炒不该香味出来是做的嘞。哦，这时候就要加了。两线鱼露香线应该是。哦，等一下个板条腐，它会吸那个汁。哎，师傅，你很厉害。好，我要吃。那你怎么不放那个冻豆腐或百叶豆腐？它的洞更多，可以吸的汁更多。其實未做得啦，看應用變變化啦，係啊，像個咁咪個蛋豆腐未做得啦，雞蛋豆腐啊都嘛做得，像個啲料好如果好咧嘛吼，哦，因為變魔術咧，應該變魔術咯。像料因為時間上的關係，料表皮脆差不多脆到10分鐘是做得咧，10分鐘，安家是好的哦10分鐘，哦，香。还有你表演的是铁砂掌，那个咪咪，哦，很香，啊，你還表皮脆哦，哈。啊，这个要煎吗？回去。你跑到安用時候嘛，係嘛，係冇人驚，你係咪解？葱啊，一天落去嘛吼。啊，你第一個香就會走馬街咧，做乜解？等下會拎上去係嗎？咩啉嘅手，你等下手病咧。哦。睇嘛解，睇嘛解，辣椒絲吼，醬哦。就懂姜哎哈，色香味俱全。哦。哇。有比比宝宝。好了。哦，我的肚子饿了。好，安样子，走得嘞。我们端起来本太可以哈。好，来可以哈，安娘就好势咯。
天画面很少哦，有赢了才有画面哦哈。好了，哦，剑斗三条不，又画面嘞，又画面嘞。哇，我看到泰嘎都进吞还有蓝色。嘿啊，哎呦，真的，怎么只有做6个呢？ 6个，哎，问一下你的心情。 3、 1、2、4，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哦，对，刚好。宝宝前面有要吃吗？好，现在出题目。吃到没有？杨半英点解做雪里红选用小芥菜呢 ？A. 辛辣度下大 ，B. 嘅口感好好 ，A 係 B 呢？你弟嘛哈？好，先猜拳。猜拳，好，先猜拳啊马上来猜拳。桂梅姐，桂梅姐好了，好，刚才快过，好，嘉怡姐有猜。换你来啊！桂梅换桂梅。好来，你今天画面很少哦，有赢了才有画面哦哈。好了，哦，剑斗三条不，又画面嘞，又画面嘞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来来。哦，那大家讲一下 ，A 也係 B， 来，他要看的，你选 A 啊，选 B。加油加油！选 A 啊， A，哦，哦，你哋有冇辦法啦，就你選 B 啦哈。但係 B。 B 啊，真緊 B 哈，楊班英係 B 呢？cái小芥菜辛辣味下強啦哈，佢嘅 W 啊下浮啊，但菜筋細緻，口感較嫩，一般會用染來滷嘅方式來做雪里紅來食，所以係答案係 B。哦，耶，好。幸福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这样趁热吃，趁热吃，趁热吃。仲少一部分。哦，这个不料就不好吃第一答案吗？我啲啊，依家那應冇落幾講。我啲就家裡要門乜計？哦，有剩一个怎么办？剩一個怎麼辦我？覺得要不要給盛發哥？不用公鋪啦。来，我这个我愿意，为了让盛发哥多一点画面，我愿意把这个奉献给他。对，但是他要讲口感。对，条件自己哈，就是要讲口感，嘴少散底哦。对。好，你去看好了着。，哦，是比下，謝謝。來。哦，水蜜這未係強下線，但是等一下口感不能盛發哥講。蜜糖牛排。好，一句來了，然後是啊，聽一句。脆柔，哦，一笑。这个不一定要嘛，先睇蛋糕嘛，哎，先睇蛋糕。做乜嘢嘅？係。心有咪西啊哈，好啦，他今天已经讲，算是他1个月以来讲最多话的时候。没有。他已經把1個月的讚美講完了。OK。好，正義然後食泰雅豆腐卡這次週刊啊，唔過沙丁下來呢有嚟進行最杯面關嘅比賽咯。愛係太族譜，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種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嘅演繹睇見咗嘅殺卵款款模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最美的關好期呢？待，緊張。好，打開了一本台家團，大溪最有名的就是豆腐乾。豆腐乾真嘅，而來到泰蟹冇寫到豆腐乾，就表示你冇來過泰蟹。唔過泰蟹啲我問過，做乜嘅豆腐就豆腐啊，做乜弄包包一餐用？加比賽咧呢，就係因為講叫浸過呀嘅呀嘅焦糖水。哦，叫先浸過。難怪哦，會甜甜咁樣。哎，不過今日那個豆腐乾做埋個料理嚟，師傅。因為咧，所以靠大家做咧棒酒酸辣布豆腐你剛是講法文嗎？棒棒酒。是下酒。棒酒啦。哎，那這樣有一個問題，今天有準備酒嗎？哎，有啊，看看哦。哦，有咩來做咧？其實簡單啲啊，材料是誒，先不給可以切絲啊、切片啊、切檔啊，全做得。好，還有配東西有個糯米椒啊、辣椒啊、蒜頭啊，好個五布啊，還有頭絲。好，你嘅順序可以自己用吧，你嘅請來隻香梅子先邊，你香梅炒香來，啊豆腐乾，哦，去炒香來要鹽梅，哦要頭油啊、胡椒粉啊，哦要梅頭樣嘅，哦可以自己切埋片啊。睇下先嗎？做得冇，做得好。順啦，所以梅頭可能會好沖一啲啲，去蹦酒嘛，所以係蹦酒哈，沖掉啊。好，來出題目。好，用呢係焦糖來攞豆腐乾啊，
除了又增加了风味，吼，还有嘛个意思啊。哦， A 是防止腐坏 ，B 是增加韧肉。哎，几多掉了猜拳？因为我们的瑞美姐就是避免刚刚上一集的事情在发生这。里。好来，好了，好来哟，剪刀石头布啊，输好，了。来，你选一下，选 A 呀，选 B。好，拍一个家庭哈，来，叫佢选 B 这哈。个引用吗？倒帶今年嘅答案係嘛嘅呢？来，答案是 A。A 挑擺到咧冷倉嘅設備啊，啱啱按嘅發達時節啦吼，用咧焦糖啊去攞豆腐乾啊，係保存咧豆腐乾最好嘅方式啦，因為咧焦糖吼兼具卤味與防腐的雙重功效。容易啊，只有60秒嘅差別啦哈。差1分鐘停。唔怕，你就懂会做菜啊。我们桂梅姐也很会做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补给那个盛发哥的，我们30分钟哦。 30分钟，对对对。 30秒停啦，30秒，係啊，30秒哦。好，等哎，下主持会聽數人產生沒有啊？比賽是差不多會開始了哈，好最尾一關會開始咯。我們剛才經過一番討論之後，有一個想法了哈。然後主要呢，既然有蹦劇為發，哦，也一聽，因為人家下酒菜沒有人在拿湯匙吃東西，然後來蹦劇為一定要夾得到，係所以我們決定要先切豆乾，切厚片，後片，片。比較厚一點點，這樣對不對？好，做的。好，開始開始。可以。好，差不多按點，對不對？嗯，可以嗎？好可，以。這樣，做的嗎？对，这样可以。好 ，OK。其實那個60秒對我們來說是沒有差的。不過下酒菜的精華就是以它的味道要比較重一點，對不對？好。咁唔過我是不是等下佢做的要夾夾先變5步誒？沒做對啦，係啊。但是佢個梅頭建議咧豆腐乾，係梅頭要熱梅麼？其實係重點啦，係。寬條不管有黏咪某，是不是？那這麼大塊會不會比較不好入味？不會，不會哈。好，我相信桂美的哈。好。好。沒問題。好，我哋要狂改片哦。 OK。波切，切乜嘅呢？我會切片，切片，咩係切片啊？咩切蛋啊？咩切條？因為哦，蛋鵝冇口感嘛。哦。太嘅蛋鵝啊。太當夠太啊。係啊，該片啊，該厚片啊。炒完到，唔怕好，炒太啲，我打。唔怕，好，你講聽還是還？唔怕，切啲好咧。大哥，你切乜雞？係乜㗎？夾夾個。係。要時間嘅哦。切辣椒哦。辣椒，用咩嚟切？跟住佢先切好咧。切乜㗎？你跟住佢蒜片咪做得咯。洋葱。哎呦。哦，時間咪第二包冇馬莎。我那個盛發哥。聽啊。等下切條吼。啊？切。有咩切條咯？ 6、出到底， 4、3、2、1，停。盛發哥黃衣。誒，好，唔怕。我破開嚟盤。你搞東歐搞。三。哇，好溫馨的畫面哦。有盤啊。要怎麼樣可以培訓出這麼好的老公啊？都聽你的話。是。怎麼培訓的？要怕老婆就是一開始就是這樣子嗎？怕老婆大富大貴哦。放辣椒啊！誒，切辣椒用猛嚟咯，你切加緊切加。你做得落去講啦。站在這裡，他當然要問你，他會怕。我發現到一件動神奇的事情誒，佢兩沙講嘅哈佛誒是不一樣的腔調誒。係啊係啊。糖的細說。不過豆腐哈嘅時節咯，是講哪一個漢好豆？英文。沒有。就係還是厲害咯。講建議啊，上下我講下會記講記嘅，按上下我聽記講自然法。哦。其實在家裡面，那個盛發哥冇講。沒有講。我講會。你最欣賞他什麼優點？好。就是缺點。就是哈？優點就缺點。沒有，他的人家說夫妻合在一起是講
你的优点是 N 的缺点，N 的缺点，你的优点嘛哈，是大家互补。韩勇长走在胜发了，听到没有？下一次要选择女朋友的时候，这样知道。那我就要选哑巴啦。好，那这款该片大家会不会太多啊？哎呀，好。哦，切冻好哦。分开，把它分开。哦，不用煮切个豆腐干，差不多该行了哦。嗰度要噴呢，做一邊個噴呢？嗰度啊。你看我们切的形状有没有很漂亮？但是我想要问一下，那个蹦珠的部分呢？蹦珠的部分是要用那个蹦吗？米酒係嗎？咩掹炒好啊，炒好。大家品尝的时候会有。等下炒好的時大家看看間，像那个小會有 baby，畫面啊，像个小 baby 一样。哇哎，baby 不令酒的。 baby 啊，再大一点。这样。我们一下从合家观赏的节目。未成年请勿饮酒，麻烦上字。下锅，然后变成。哎，厉害哦。这样才不会贴胸哈。因为我怕它不够高温，它的油都进去，可是那个没有茶油。哦，你有进步呢。对啊，说的一口好菜。因为我都会去看一些是不是会会担心自己没有接主持了？冇啦，做主持伊春冇可能该教的，该春冇教因啥冷锅冷油慢慢炒香。对，伊是冇可能该教的。你又扯我的后腿。好，那你听听姐，大家都转来了哈，听桂美就对了，她下指导期。见啦。好 ，OK。大家蹦珠菜哈，呀，酒嘞？酒，你说的那未成年请勿饮酒。哦，大家都未成年的。太年轻了。你在休息，你在休息。没有啦。要幾時啊？要幾時啊？腰咪做得伸到啊腰啊！我想我切好了。時間咪到啦。要吃饭了。为什么街坊还没嘛个身边，你做咧讲吧，你做咧身讲，你在講咧，點啊豆腐干，誒，網頁少啊，那陳年，身邊，身邊嘛個，嘿，那佢講，誒，看手機啊。邊嘛個，哦，阿邊，邊嘛個，一片一片豆腐乾，誒，不豆腐干嘛吼，好邊那個，哦，瑞美姐，快換到你的時間了。9、8、7、6，不是緊張，因為等一下要上天要休息。3、2、1，時間到，快點快點！馬上，莎啦。你看瑞美姐笑容出來咧。哇！我等唔出，你動作動慢啦哦，你動作真緊還唔動慢。就像你剛剛講的啊，互相補足啊，因為又得死青啊，總得還好加的。所以你按慢就嘛個煎邊來講。嘿，啊，因為你會一放下去就想翻面。嘿，是，錯，你還是人類缺點的呀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那呢再繼續來加溫一下，感情加溫。好的，你看看我們煎得多美呀！跟桂美一樣美呢。跟桂美一樣呢，桂美豆腐嗎？桂美豆乾。哎，桂美姐。其實你的來歷不是只有在家政班吧？我覺得你做料理很厲害。因為家政班哦，冇教該扶人有慢來做哦。你為什麼那麼愛會做料理啊？因為我之前大概做了10幾年的保姆。哦，做保姆要做。現在保姆的標準這麼高啊？是做那個嗎？是做那個月嫂嗎？不是保姆，我們光做保姆的東西都不能添加很多東西，都要天然食材。哇，對，而且保姆是不是也要考廚師執照啊？保姆不用，那個月嫂要。月嫂要這樣。對。哇！保姆是咪注意到該飲用啦，還有該煮的方式啊，那啲會分定飲的食啊。我自己都很想要請月嫂幫我補一下，因為他們真的很厲害，不一定要坐月子。哦。家的真嘅農會做料理耶，你想要是？所以是以月子中心是籌類啦。對。好，不要忘記有沒有廚師幫我30秒。可是因為你很會做，你就把握照着這種 tempo 繼續做下一就好誒。好。好，那我們大家當都做來嘍。哎，一定要去幾個時間啊！哈？我有點緊張，我買票。不要緊張，你放慢，來深呼吸，然後你不要再拉過來了。我先誇獎你，你比如我都有改動是有圈分扣的表，這樣子就會照剛剛第一關講的，就是我們每一項打紅哦，先去第一個給梅頭。對。我們的豆腐乾哦，你看剛外皮哦，沒就見到哦。來，一下炒，哎切。
木香料本厨师母做的啊，木马嘅香料我。改了。木嘅调，哦，做啲做做啲啦。咧，佢定下去停手嘛，嘅，你讓我講。真嘅嗎？我真嘅做的啊，做的。好，好有，我们的90秒要挑梅哦，好，好不好？来好来来来，來，哎他差一点把一整盘辣椒倒盛发哥又有画面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了。盛发哥，等一下，好等一下，讲一下，等一下盛发哥讲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喂，讲一下，厨師幫我們。好，90秒繼續開始。重點要香梅啊出來，實實。哦，現在就要放哦。他用那么多辣椒，你就放下去吧，照他的心意。誒，做完之後唔曉用料無佢嘅，巧手，咁冇到漫天漫面。哎，該創頭哦，假使洗個唔辣哦，會不會有點嗆味？唔會，唔會，其實個辣椒辣，冇咁辣啦吼，是挺好吃的。 30秒枸杞咧哦。我都有。用一哦，啲啲。還有加水哦。米酒。哇，蹦酒咧，蹦酒咧。紅酒咧。哦，就这么一点点酒哦。本去切下條腐管，本去切下，本去梅頭。啊，冇用染。等下就用嘛，個調豉咪要哦，慳呢。等下又不用調。我覺得盧師傅煮菜的時候，那個菜都有活力耶，對有生命力的感覺。而且你們看盧師傅哦，因為在調腐罐哦，會怕它散掉、團體的，所以它都是邊邊，然後這樣子。呀，調嘢到有時酒啊，香味咪炒到一些的，嗰時阿烏卡炒係土的，又該剝個切架用嚟灌，呀用唔過。本去切下，調腐管啊，我本去烚一下用梅頭。係，然後用唔啊，辣椒是嘛個細隻表。水梅當表。好。啊，韓語時間你做啲做嘛嘅？再位下，係做咧。七塊梅頭，7塊你。耶，通訊啊，不記，哎呦，時間到了，不記試下啦。冇買幾回。產豆。差不多。是往來咧嚇。好，你繼續加油哦。繼續。那我們先過去嘍。即刻檢查一下梅頭啊，莫上前來啊。 OK。哇，你有加酒了嗎？我沒有再加酒哎。好。咩料拖出嚟蹦酒呢？啊，沒蹦這種酒。哦。我們要紅酒係難為哪一個呢？哎，你有炒好了嗎？有吃芋頭哎。你對韓語30秒哦。是個味道嗎？哎，你都有溶過了哦。我都不用，好。他好了。相信他，沒問題。你都唔是溶個30秒哦而。且好漂亮哎。好，冇餐，用冇餐嗎？他不用。好。好。來，倒數。 7、 6、 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打住吃看下最杯米館，那部卡米西張開你的太重譜咧。好，大家蹦酒菜好，呀酒咧？酒，你出的。那未成年請勿飲酒。哦，大家都未成年的。更年輕的。好。好了，那最近要打邊開始了，子琛。來，謝謝。有滿意嗎？滿意。為什麼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盛發哥吃到很利，做運用班。誒，我說油條。誒，所以人哋藍莓，我係咧個，我係我就係咧藍莓唔辣啦，因為我就正好是辣啦，所以但是我係會降辣啦。好，所以你也很好來了。來吃吃看。哎，突然間氣血這些唔會啊。因為那時候阿媽不用來這位。因為啲咩不用朝天椒，還是乾表，我都擺三炒啊。都很好吃哎。那感覺我這個調腐罐哦，我們是整片裡面全就梅頭，又熱梅。我覺得兩道菜真你都做得懂後，因為真的會讓人家就是想要來蹦酒哎。蹦酒。好，啊，給你掌握時間都了。可能好，師傅來評鑑一下哎。提前呢先搶盧師傅搶分數。兩下七師傅搶分數。哦，你都3分呢？為什麼？燙一下。你講政策就梗係調腐個要梗係調油嘅梗香味啊，你本身上個煮一下要熟梗係醬了嘅啊，嗰邊一些風格好，冇強落去係見到燥嘅樣嘅。跟講可能炒一些而家調腐個可能冇按鹽梅樣嘅啦，係就政策落啲梅頭樣嘅，兩片冇強落嘅放水啦，其實咪凍香凍好食。七師傅咁高咧。你看上發係
两片咁样都差不多强了，啊，不过两片你话像都市不讲，记又倒水落去，因为你应该豆腐干要炒走的时间要倒水落去，放去煨住，去豆腐干底部还用梅头，啊，两味可能又加胡椒粉系冇？有胡椒粉又买加因为係棒酒嘛，棒酒嘅梅头下下冲掉，啉酒嘅啉下多不一样样啦，所以那片两片。哦，啊，你用啥讲话嘅时间咯？瑞美姐就这样，you，动漫戏啦，都慢嘢啊。好，等下做到好啦，係啊。感恩啊，我笨熊的啦。技术的单位，水得到2分，男水得到3分，恭喜！哦，恭喜吼，男水得到加财金3000 Q， 恭喜恭喜！好，你啊，特别得到是同时复合金多功能方形的不粘锅具组。哎呦，耶！哇，都好用哦。今天当欢喜吼，今年吼谈到东岛吼水妹节吼，老大家讲这个分享嘅伙呀，我系水妹哦，老大家讲一下，今年吼参加嘅心得係嘛嘅？哦，今日参加新地吼，当来从来福建人嘛，福建人，然后又咪感谢人家依家自主的含单位本人家只机会，冇人60年来唔是行出来，所以也当关系啊，大家厨师又学到很多，大家来老练习，人家当地乜嘅厨师菜咧，咪提埋来学。哦，当新梦大家。新梦你还有哈啊，我看到那个我正要 Q 盛发哥，盛发哥就倒退2步了。对，还也是要让大家讲一下哈。你今年参加的心得係嘛？至少3句来。今年按用很，做了参加了一家之主的个节目，又得到奖到位，这样吧，谢谢。新梦有啊，廣東河，廣東河。恭喜哦！生日來揀玉子老太太，講一下你要來參加心得係嘛嘅？金防疫弄这个节目，让我们来参加，好金防疫，然后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恭喜！來閨蜜記咧，要來參加心得老太太講一下。让我学到别人的口味。閨蜜记真给懂会做料理，而且她做料理的时候是非常细心的，古董很多的小细节，很多细撇步都会留给天数好的哈。我自己差不多就做10人年嘅保姆嘅經驗啦。真的，汉尼拔先年當本土啊。好。對啊。好啦哈，今日同歡喜做啲要睇次間嚟到一個就比嘅做啲互相交流，睇次間做菜嘅經驗。所以哦，假使哦，你的感情同學兩姊妹哦，還有你的感情同學係互相互補哦，你先好講句共同的哦，唔過就差完全冇講句哦，全做啲嚟報名參加啦。冇錯，你而家自助不要睇次間叫下來挑戰，來你來交流哦，而家自助等等你了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恭喜咱水。